尋日現貨黃金成個冧落嚟，收報4105.8美元，一日內暴跌咗59.14美元，跌幅成1.42%。點解咁傷？全因為中東局勢突然火燒連環船，伊朗涉嫌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，美軍即刻發動強力打擊，搞到國際油價飆升超過5%。市場一見到油價升，就驚通脹失控，繼而驚美聯儲要繼續加息，結果資金被牽去咗揸美元，搞到美指同債息雙雙上升。金價作為無息資產，當堂被守。技術面上，大家要睇緊啲，金價已經跌穿咗4120美元呢個第一支持位，依家正喺度考驗4080至4100美元呢個第二支持區，守唔住就仲危。如果要翻身，金價一定要先衝反過4165美元呢個第一阻力位，之後再挑戰4200美元呢個強勢關口。依家市場對9月加息嘅預期仲有60%咁高，大家都喺度等今晚美聯儲份會議紀要，睇下班官員點講。再加上中東局勢已經升級到直接軍事衝突，油價風險日價高企，金價短期真係波動好大。各位街坊，呢段時間要睇緊個倉，切忌量力而行，做好風險管理啊！溫馨提示，本內容純屬個人交流，唔構成投資建議，入市盈虧自己負責。